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6年1月7號星期三，9場谷草 A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325 5班1800米，7號馬特別美麗，尾128磅，10檔起步，沿途3、4碟，彎前走上去帶頭入直路，直路初以為用完道力，最後85回氣再上，3隻一齊過終點，贏頭位快過3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同場另一隻馬6號夢照發，尾128磅，11檔起步，沿途3碟，最後85仲輸個零馬位，拉屎2步撲上，輸頭位，5班快過3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327 4班1650米，4號馬瑞奇威風，尾128磅，9檔起步，出閘逐步移入內欄包尾跑，上大石鼓攞出4碟入彎，最後200衝得勁，輸1又4分3馬位，快過3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332 3班1200米，11號馬太精神，尾119磅，4檔起步，貼欄跑，彎前逐步移出3碟入彎，最後85仲係輸2、3個馬位，越追越近，輸4分3馬位，步速慢，好難追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